歡迎大家嚟到 Music Pantry 音樂吹水間，我哋係大家嘅主持高立同埋微塵。Hello。咁我哋係一個專門講廣東歌嘅頻道，同大家吹下水，講下廣東歌嘅。嗱，今次就想講一首大家都有留意到嘅新歌啦，即係關於謝安琪嘅。佢咧今年就入行20週年啦，而且最近推出咗呢首新歌《50 50》。咁呢首歌就其實結合咗3位獨立歌手嘅力量嘅喎，即係話由林家謙作曲啦，方皓玟填詞啦，跟住謝安琪自己主唱翻嘅。究竟呢3個人合作之後可以產生幾大個協同效應呢？暫時睇翻坊間或者網上有啲留言啦嚇，就可能個口碑有啲兩極嘅，俾我覺得嚇，似乎真係50 50啦呢次。而家我就講下自己嘅聽後感啦。喺林家謙嗰啲 fans 嘅眼裏邊咧，其實今次合作都算係林家謙嘅一次成就解鎖嚟嘅。點解咁講呢？因為林家謙曾經喺早期嘅訪問裏邊講過，希望第時有機會咧可以寫首歌俾謝安琪嘅。咁嗱，呢首新歌嗰個曲或者叫旋律啦，其實喺某啲網民眼中咧就認為麻麻地嘅。咁我自己就認為咧，未算得上係作曲人本身嘅一個高水平咯，只算係中上，可能70零80分咁樣啦嚇。呢個旋律其實令我係會諗起咩咧？就係諗起謝安琪嘅《年度之歌》同埋《山林道》嘅，甚至乎呢有陣時會諗起好似林家謙自己嘅邊一個發明了 encore。咁我後來諗下點解會聯想到呢幾首歌咧？可能係因為呢幾首歌個旋律聽起嚟個格局都係比較大一啲嘅。咁不過咧，我始終覺得新歌50 50嗰個曲本身俾人唔係好大嗰個驚喜咯，甚至乎我自己略嫌係穩陣咗啲嘅首歌聽落去嘅時候，唔知道係咪咁樣做咧，係想要配合翻邁向或者步向50歲呢個主題啦。咁反而咧我都想講下林家謙其實作俾陳慧琳嗰首《鳴謝你而不想說後悔》咧，我自己覺得個旋律反而仲靚啲，同埋有啲特色有啲特點咁樣咯。但我就唔同嘅感覺喎，因為我第一次聽50 50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冇乜太大嘅感覺嘅。但好奇怪㗎，就好似咧其他林家謙嘅好多嘅歌咁樣啦。只要聽到2、3次你就上腦㗎。呢首50 50咧都係一種魔力㗎喎。詞方面啦，咁新歌喺主題上面算係想要延續緊歌曲3%嘅概念啦。講到就嚟要50歲嘅關頭啦，應該點樣面對前面嘅路嗰種生活態度。我覺得連個歌名都係有啲似嘅，應該係刻意嘅。咁同時呢首新歌咧都有年度之歌嗰種講緊人生起跌嘅題材喎。年度之歌個歌詞裏邊都寫住話：曾經擁有的春季，曾經走過的谷底，人生是場輕替，忽高也忽低。仲有咧就係寫住高峰過總會有下坡。咁其實新歌所講嘅題目或者個態度啦，我都覺得係比較闊嘅。所以喺某程度上咧，呢首歌所講嘅嗰個訊息就唔係淨係適用於接近50歲嘅人咯。其實都可以話放喺一啲比較年輕少少嘅人，即係啲聽眾身上，其實都係啱用嘅。換言之咧，其實呢一種嘅人生態度咧，可以令到唔同年齡層嘅人咧都易有共鳴嘅。不過新歌咧個詞就似乎我個人覺得未係方皓玟佢自己最高嗰個質素嘅程度咯。咁我就覺得咧，謝安琪揾方皓玟填詞咧，都係有佢嘅理由嘅。首先因為兩個人嘅年紀比較接近啦，經歷都係有啲相似，咁所以我覺得謝安琪會認為咧揾方皓玟咧係可以寫到佢嘅心聲嘅。咁同埋兩個人咧都係近20、30年嚟啦，我諗到嘅唯二啦唔係唯一嘅非主流天后。咁所以兩個人惺惺相惜咧，咁我覺得都係可以理解嘅。嗱，我自己認為咧歷嚟寫歌人生高低起伏嗰啲歌咧真係太多啦。50 50嘅歌詞咧又太過直白。即係方皓玟嘅詞好似係就係中意咁樣嘅，即係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嗰啲都係咁樣㗎。咁所以佢啲歌咧又冇林夕嘅畫面感啦，又唔會好似歪文嗰啲咧最拿手嗰啲玩比喻玩文字玩到出神入化咁樣。所以成首歌咧就係完全抒發佢個人嘅心情個人嘅觀感咁嘅。咁我覺得就好似少咗一啲記憶點咁樣咯。所以你好似有冇1、2句好難忘啦？好似又冇嘅。咁不過我要讚嘅就係方皓玟真係好有心嘅，因為歌詞入邊咧係致敬咗好多謝安琪嘅舊歌嘅。咁畢竟今年都係謝安琪出道20年啊嘛，係好有紀念性嘅。例如50 50一開始咧就唱啦，平凡日子孤單一個闖，咁就會令人諗起咧山林道入邊咧，昨日是小小鬥志，祈求突破換局闖一次都係講佢闖嘅。好啦，50 50嘅歌詞又話啦，留下是腳步，何用卻步，即係鼓勵大家咧繼續向前行啦。
咁又有啲似3%嗰啲咧，由這裏行過去另外啦，50-50亦都用呢個歌曲咧去比喻人生㗎。例如歌詞入邊有話下半首曲繼續如泣如歌。咁一方面又有年度之歌嘅影子啦，咁唔使講啦，年度之歌成首歌都係講歌㗎啦。至於50-50入邊咧，亦都有講到咧，堅持正確，堅持你自己認為啱嘅嘢咧，其實係都好困難㗎。佢話歌詞話：人經過半生，只想當個對的人，拼命也許不過是愚笨。咁又有啲對應咗獨家村入邊嘅咩啊？就算將過得很窮，賣他僅有的種。咁至於50-50入邊咧，誰能活底線像從前？即係講到人係要有底線嘅，要有原則㗎。所以亦都令人諗起咧，獨家村入邊咧，難及你活原則，犧牲那初衷，隨舊情斷送。另外咧，50-50歌詞入邊咧，高峰人生、低谷人生之後咧，有幾次唔同嘅喎。首先第一次咧就係即係低谷人生裏出發，跟住變成也要出發，到最後就係我再出發。咁感覺上就係由被動式嘅出發咧，變成死頂嘅出發啦。而家到最後咧就係坦然咁面對當中嘅微小變化咧，都係好有心思嘅，喺呢個值得一讚。嗱，我就想講下編曲啦，而家咁編曲咧都係由林家謙去操刀嘅。佢一開始嗰陣咧，成首歌咧就用咗個吉他做個 intro 個位啦。令我諗翻起知識分子同埋3%嗰個人子喎，都係用咗吉他嘅。咁至於新歌啦，到咗大概3分鐘嗰陣時，嗰個間奏咧，其實我好喜歡嗰啲叮叮聲嘅。你留心聽到叮叮聲嘅，咁咧就好似有自己一啲跳動緊嘅旋律咁樣樣咯。咁令到首歌咧就多咗一分甜嘅味道同埋一啲生命力喺裏邊。咁其實我都想講翻多一樣嘢嘅，就係林家謙嘅編曲咧，有陣時可能就會比個旋律本身咧嚟得精彩同埋好聽嘅，或者有陣時咧就係佢想依靠個編曲，甚至乎做啲和音加啲和音咧嚟到幫啲稍為平淡、未至於好搶耳嘅旋律咧去加翻啲色彩咁樣樣咯。講到聲線同埋個唱法上啦，我最初聽50-50嘅時候咧，即係佢出嗰1-2日嘅時候啦好聽啦，咁發覺謝安琪把聲嗰個質感咧，同埋個咬字，我會諗起知識分子喎，唔知點解，即係有嗰種影子喎。佢係咪想大家聽新歌嘅時候聯想翻起佢初出道嗰把聲個聲底咧？仲有嗰啲好短促嘅尾音啦，甚至乎嗰啲倔強嗰個感覺咧，重新帶翻出佢入行時嘅嗰份初心出嚟，即係俾大家感受到佢嗰份初心咧。後來啦，我就聽一啲電台訪問啦，咁佢喺裏邊原來講過嘅。就話用呢把聲咧，其實係林監製林家謙嘅要求嚟嘅。另外啦，謝安琪喺新歌裏邊咧，第一次唱高峰人生低谷人生裏出發嘅時候咧，我聽出發嗰兩個字其實係有啲感動嘅，因為我諗起再戴上勇氣的面具呢句歌詞裏邊嗰種有啲迷惘迷失，但又要頂硬上即係嗰種感覺。另外啦，新歌後面一句面對夕陽面對低潮亦都很低調，裏邊低調嗰兩個字，我覺得謝安琪都唱得好好咯。其實呢度就睇到歌手喺監製嘅指導之下，係咪真係可以駕馭到或者拿捏到成首歌啦？咁我覺得今次謝安琪做得都好好嘅。嗱，咁我先總結一下啦嚇，成首歌表現到咧歌者謝安琪甚至係填詞嘅方皓玟咧，點樣係坦然面對年齡嘅改變或者係人生高低起伏嗰陣時嘅心情嘅。咁所以聽落係會令人感動或者係窩心嘅。咁而50-50呢個歌名咧，講嘅又唔止係50歲喎，即係人生嚟到一半。同時亦都係表示咗高同低往往都係50-50，即係總係有好有壞。同樣你去睇嗰樣嘢咧，都係50-50㗎，一半悲觀一半樂觀，就睇你用邊一個角度去睇一樣嘢啦。咁所以一個係好有意思嘅一次嘗試嚟嘅。咁我就覺得咧，50-50呢首新歌咧都幾大機會咧，可以喺某一啲嘅排行榜裏邊拎到冠軍歌嘅成績嘅。而佢本身個格局夠大啦，題材又闊啦，咁所以都有啲叱咤10大嘅相㗎嚇。咁不過咧都係嗰點啦，因為歌者本身係獨立歌手啦，躋身10大咧，其實都有一啲難度喺裏邊嘅。或者可以咁講啦，能夠成為冠軍歌咧已經唔錯㗎啦，算係歌手對佢自己啦，對佢嘅團隊，甚至乎對歌迷都有啲嘅交代啦。咁如果最後仲可以入到10大咧，咁我覺得可以視為係一個超額完成啦。頭先我哋講嗰啲咧都係我哋嘅睇法啫，唔知大家係咪認同㗎？如果大家中意嘅，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當然最緊要係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多謝大家。